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菲律宾东边的热带性低气压，上近明仔载就会结做风台，而且是中度以上的风台，可能会正挖进咱台湾。另外，这2天吹东北风，宜兰的山区雨是落甲正粗。虽然拜一拜之雨会落较细，不过拜三开始东北季风变强，又搁会开始上大雨。台二甲线阳金公路拜六开始一直落雨，礼拜早起大量的土石出入到车道，2台车掉在路中。拖吊车来了后，甲一台拖出来，另外一台家己开走。受方面通过甲东北季风增强，北部、东北部正方面雨真大，其中宜兰县南无乡2天累积雨量已经超过400毫米，阳明山、景天宫也有258毫米以上的雨量，贵人软累积雨量也超过200毫米。在未来这一周，尤其像是在下礼拜2之后。整体北部跟东半部地区的一个降雨情况会算是相当的明显，而且都是容易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机会。气象署提醒，礼拜日夜了后，落雨会慢慢较低，也不过拜三开始，东北风搁再增强，加上菲律宾东方海面热带性低气压到时阵已经发展正式风台，形成一片大气压带。虽然路线要变数，也不无排除挖近台湾的可能。专家分析，上摆可能就是沿台湾北部海面上北起来。原来挡在我们北部。甚至于到韩国这附近那个高压，刚好由一个分裂成2个，所以这个扰动就刚好从这2个高压中间的这个比较低压的区域这样子上去。专家讲，这种热带系统所在海域对发展有利，沿途伊阁无受地形破坏。变做风台了后，无排除以中度风台以上挖近台湾，将阁无实预测以外无同。不过，不管伊是毋是会来，拢要注意外围环流甲东北季风互相的作用所带来真大的雨势。记者宋报道。